樹懶嘅大挑戰。你唔笑我回水。去飲茶嘅時候，燒賣唔小心跌咗落地，變成咩顏色？可惜。蜻蜓、螞蟻、蝴蝶一齊出去食飯，只有一個唔點汽水，邊個？蜻蜓，因為蜻蜓點水。喺一日裏邊，你阿媽幾時最得人驚？晚黑，因為夜媽媽好得人驚啊！食飯嘅時候唔好嚼咁耐，點解？因為會犯太歲。咩鬼最容易肚餓？好鬼肚餓。你老公買家私嘅時候唔小心俾件家私打傷咗，令佢流血嗰件家私係咩？能夠打傷你老公都好難。係床，雙人床。數字0到9一齊出去旅遊，9做司機，最後邊一隻數字冇上車？ 8，因為9唔搭8。點解搭短途車嘅人永遠都比較開心？因為快樂咯，佢哋好快樂。好快樂係啊，好快樂車。李白、杜甫、白居易一齊去飲酒，邊個最早走？李白，因為佢係走先。大明養小明，咁邊個養大明啊？梗係狗啦，狗養大明啊嘛。正方形、圓形、三角形一齊跑步，邊個最慢？圓形，因為圓不跑，圓不跑係啦。工資裏邊有月薪、日薪、時薪，點解冇周薪？周身係咪唱歌㗎？唔係，周身係因為周身唔聚財。小明俾人打，點解佢阿媽見到都唔去救佢呢？唉，佢俾人打到阿媽都唔認得嘛。比賽結束嘅時候，啲記者都去採訪冠軍，點解冇人採訪亞軍同季軍呢？因為唔使問阿貴。係嘛 What？ 如果地球爆咗，你要去邊度避難？梗係去右邊啦，地球爆左邊啫嘛，咁右邊仲好啊嘛，係嘛？殺手中意用咩番梘沖涼？呢個我知，殺手鐧。最後我哋兩個送條橋俾大家 ，Thank you。